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香港人在福岡嘅社長 Benjamin。大家去日本食刺身，有冇留意過碟上面成日會放住一朵黃色小菊花？有時喺料理店見到，有時去超級市場買盒裝刺身，入面同樣有一朵。香港人第一個反應通常都係呢朵花究竟只係裝飾定係真係食得？如果食得，應該成朵放入口，定係要放入醬油？更加令人好奇嘅係，日本仲流傳一種講法，刺身旁邊放菊花，原來同解毒有關。不過大家千祈唔好一見到黃色菊花就立即放入口，因為今日超級市場刺身盒入邊有啲係真正嘅食用菊，亦有啲只係塑膠做花，純粹用嚟裝飾。同樣係黃色小花，有啲可以食，有啲就只可以睇。要明白當中分別，就要追翻去日本人食菊花嘅歷史。其實日本人食菊花嘅文化遠遠早過今日嘅刺身拼盤。古代日本受到中國文化影響，慢慢將菊花同健康長壽以及驅除不祥聯繫起嚟。每年農曆9月初9，日本亦有重陽節句，當時人會賞菊、飲菊花酒，祈求健康長壽。去到江戶時代之後，食菊花飯嘅習慣逐漸普及，部分地區亦發展出菊花浸蜜、醋蜜同拌菜。至於菊花幾時開始固定放喺刺身旁邊，目前未有一致定論。比較合理嘅理解係，食用菊文化、刺身文化同醬油文化喺江戶時代逐步發展，之後先慢慢組合成今日大家熟悉嘅食法。以前日本人食刺身未必一定配醬油，有人會使用醋、味噌、山葵，或者用日本酒、梅乾同卡魚煮成嘅調味汁。去到江戶時代中後期，濃口醬油逐漸普及，刺身配醬油先慢慢成為主流。而菊花同醬油之間，原來真係有一套食法。如果盤上面係真正嘅食用菊，並唔係叫你成朵吞落肚，傳統方法係摘少量花瓣，再輕輕散落醬油入面。當刺身沾上醬油，花瓣就會黏住魚肉一齊入口。菊花帶有淡淡香氣，亦有少少苦味，配搭油脂較豐富嘅刺身，食落會清爽一點。所以醬油就好似一個媒介，將菊花嘅香氣同味道帶到刺身入口。至於坊間所講嘅解毒，就要小心理解。以前未有現代雪櫃、冷鏈運輸同衛生管理，食生魚確實有較高風險，所以菊花、紫蘇、山葵同大根慢慢被視為適合配搭生魚嘅食材。不過傳統所講嘅解毒唔等於現代醫學所講嘅解毒，更加唔代表將菊花放入醬油就可以消滅細菌或者寄生蟲。如果刺身已經變壞，亦唔會因為加咗菊花就重新變得安全。今日刺身食得安唔安全，主要仍然取決於食材來源、冷藏溫度、處理衛生同食用期限。菊花係配菜，唔係解毒藥，更加唔係食品安全保證。而且今日刺身盤上面嘅黃色小菊未必全部都係真花，尤其超級市場嘅平價刺身盒有時會使用塑膠做花。塑膠花唔會枯萎，價格穩定，主要用途就係增加顏色。所以見到黃色小菊，第一步唔係研究點樣食，而係先確認佢究竟係真花定係膠花。真正嘅食用菊花瓣通常比較柔軟，形狀亦有自然差異。塑膠花通常比較整齊，摸落較硬，底部亦可能見到膠製結構。不過單靠外觀未必100%分辨得到。最穩妥嘅方法係睇包裝有冇寫明係食用菊。如果喺餐廳，亦可以直接問店員，唔肯定就當佢係裝飾，唔好入口。即使係真花，亦唔代表所有菊花都可以食。刺身使用嘅小菊係按照食用用途栽培，花店、公園或者屋企花盆入面嘅觀賞菊可能使用過唔適合食用嘅農藥，所以唔可以因為外形相似就隨便摘落嚟食。今日刺身盤上面嘅小黃菊亦連接住現代農業。愛知縣東三河一帶長期利用溫室、燈光同溫度管理控制菊花開花時間。原本屬於秋天嘅菊花慢慢變成一年四季都可以供應嘅刺身配菜。而塑膠菊花嘅出現亦反映傳統進入現代生活之後嘅改變。以前嘅小菊可以係食材，亦代表人們對健康同食物安全嘅想象。今日部分刺身盒入面嘅小菊就只保留咗裝飾功能，紅色吞拿魚、橙色三文魚、白色鯛魚，旁邊配上綠色紫蘇同黃色小菊，成盒刺身睇落就會更加鮮明。日本料理除咗味道，亦重視顏色、器皿、留白同季節感，所以刺身旁邊嗰朵菊花從來唔只得一個答案。佢可以係古人對健康長壽嘅想象，可以係江戶飲食文化留下嘅食法，可以係農家栽培嘅食材，亦可以只係超級市場入邊一朵唔能夠食嘅塑膠裝飾。下次再見到刺身盤上面嘅黃色小菊，記住先唔好急住食，
先確認佢係食用菊定係膠花。如果清楚標明可以食，就可以摘少量花瓣，輕輕散落醬油。你未必會食到好強烈嘅味道，但你會明白點解日本料理連一朵細小嘅花都可以收藏住一段歷史。真正融入日本生活，唔係見到日本人點做就全部照住做，而係願意了解一個生活細節點樣由過去走到今日。原來一碟普通刺身入面都藏住日本人對味道、季節同生活細節嘅重視。我哋係住喺福岡，紮根日本第8年嘅香港人在福岡，平時會同大家分享福岡生活、日本文化、美食、旅遊同埋一啲只有住喺當地先會留意到嘅街坊資訊。除咗生活分享，我哋亦係福岡在地持牌不動產團隊，目前管理緊大約400個物業單位，亦會不時分享買樓、家居翻新同物業管理嘅實際工作日常。如果你中意用香港人角度了解真正嘅日本生活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香港人在福岡，我哋下次再一齊發掘日本生活入面更多有趣嘅文化同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